等的老师来讲课，今仔要讲的题目是遇到的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伫教会咧咧讲的palm Sunday 吼，棕树主日。棕树主日基本上就是咱纪念耶稣基督进入伫耶路撒冷最后一摆进入的时阵，所有的人拢伫城门口用棕树花伫遐来欢迎伊，有人脱衫铺伫咧路的来欢迎伊。但是当即天了后，其实是耶稣开始要面对受难的日子。对今日开始的即个礼拜，咱一般来讲叫做圣周，是讲咱叫做受难周。伫咱的教会的礼仪的中间，咱伫即礼拜用即周，特别是伫即周后壁每天主受难受掠。到伫礼拜日，后礼拜日，搁偌济节进前，拢是用真谦卑的态度来回想、来思念主的恩典。我想这互咱参考就好了吼。咱大家知影，过来就是在教会，咱有40天在教会，包括来主日是46天，已经进入上落尾的时阵。有人直直甲我问一句话啦吼，讲是安怎耶稣着搁爱去耶路撒冷啦？伊敢毋知影头前有困难？伊就讲耶稣知万事啦，伊是上帝啊吼。既然知影是安怎，伊要搁行即条路，继续来进前吼。其实即句话无新鲜啦吼，毋是新的啦。伫2000年来，有侪人拢问过即个问题。即个问题，如果咱若无徛伫信仰的内面去思考的时阵，咱无法度想透啦。耶稣为什么知影头前有苦难，继续要往前行？甚至有一寡无信主的人讲，你看耶稣就是自杀啊！因为知影头前会拄着死亡，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底，有一段我无咱读用计长字路加福音22章23章，其实内底我会引用着一段，耶稣知影伊嘛家己学生讲，嘛是知影，但是伊犹原继续来行即条路。你若无徛伫信仰内底，你袂了解耶稣是安怎，伊是做一个上帝囝本身是咱的个别讲，伊是圣囝上帝。即个角度来看伊的时阵，伊是安怎无爱家己去逃闪即个死亡的权柄？你若整个去了解耶稣伫受难即段所有4个福音书的记载，是你会当去了解，其实耶稣有哦，耶稣有想要来闪开即个苦难，连伊我嘛会讲着吼。咱真侪人的理解是讲，亲像圣经所记载，伊是无罪的。伊无罪是安怎？伊要爱过来面对即个，伊讲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定死十字架。有真侪的疑问伫即个内底。路加福音23章。14节到16节，伊讲恁带即人来到我遮，讲伊是卖血百姓，这是彼得多所讲的话吼。伊讲我着看无啊，伊伫恁的面前已经审判伊总是到恁所告耶稣，我查伊拢无罪，这是14节上好话话。我查无伊有罪就对啦，伊无罪哦。15节，希律也是安尼。因为有将伊送远院，也你看伊无行，所行无一项应该死的。15节，再讲一摆吼，16节，所以我要拍伊来投放伊，这伫逻辑顶有问题啊。咱搁倒来看14节落尾，彼得搁安尼讲，我查出伊。拢无罪，拢无罪。15节，
伊讲啥？伊讲，即个戏路嘛是安尼啊，也你看伊行无一项应该死的事，所以无应该死。14在讲拢无做，16在讲啥？我要拍伊互你看，这个逻辑的问题哦。所以你会当了解讲，毕业岛伊的心目中间，毋是公义，当然毋是上帝，伊毋捌上帝。伊的心目中是啥？恁遮拢莫乱就好，我拍伊互你看。伊的心目是看遮个群众，敢若遐法利赛人祭司头共款，伊拢惊遮个百姓安那会起来乱，所以毋敢明明来掠耶稣，毋敢明明来掠耶稣。无应该有诶，15在讲无一项爱该死诶罪，14在讲伊拢无做，但是较紧诶讲，我要拍伊。你知罗马时代会拍，毋是安尼甲你限两个安尼。咱若有人看过《受难记》迄个电影诶人，你就知影，迄个拍是拍到吼，中文叫做皮开肉绽啊，你诶皮拢破去，迄种诶拍。一个无做，去到伫彼得岛诶面前，伊讲我拍伊互你看，啊我放伊走，安尼有甲处罚无？有甲处罚吼。以赛亚书甲咱讲，这我也甲highlight起吼，咱看。所以头拢无做，甲我要拍伊，其实是咱无法度理解诶物件吼。以赛亚书53章第9节的经文，安尼甲咱讲，伊虽然无惊强暴，嘴也无有诡诈，犹顾伫伊的死甲歹人同亡，也甲妇人相隔。这个形容，咱讲以赛亚咧预言，这个以赛亚先知，伊先知预言将来的基督要来面对的苦难。是伊无应该受的罪，无应该受的罪，咱拄则伫路加福音第23章，彼得岛讲的话，即种的前后同拄的即个代志中间，也知影。即个代志是伫以赛亚书一早就已经预言伫遮，伊无惊强暴，喙也无讲诡诈，犹顾伫伊的死甲歹人同亡，甲妇人也相隔。犹太人是安怎甲无做耶稣交互罗马政府？其实是咱搁较需要去思考、去问的一个问题。耶稣既然是无做，伊要送互罗马政府，即个伫文化上，伫圣经的福音书记载，祭司头法利赛人经学书，因对罗马的态度来讲，这是相违背。简单讲一个咧，是安怎？迄个时当阵的所有的抽象的咧扣税的人是犹太人，但是犹太族群讲因是罪人，为虾米？因为因讲因是吃里扒外，食碗内，生碗外，收犹太人的钱。交互罗马政府背叛犹太人，所以因讲伊是罪人。但是伫即个时阵，因却将耶稣交互罗马政府的代表，伊是总督彼得岛。为虾米？有几个原因啊？吼，有几个原因，咱来思考一下吼。因真讨厌扣税，是因为伊这扣税拢去巴结罗马政府，佫拢欺骗犹太人。安尼是因却安尼来甲耶稣交互即个彼得岛吼。古早扣税，咱再看这图片，扣税后壁面拢徛罗马的兵丁啦。意思是讲，即个扣税将来是要交罗马政府，所以犹太人真讨厌因，因为因讨厌迄个统治因的罗马政府。所以因感觉是安尼啦吼，有扣税是罪人啊，因为因通罗马人，咱讲的这叫做犹太奸啦吼，咱讲汉奸，这叫犹太奸啦吼。因搁伫搬过节的时阵做这样代志，搁较互人袂理解。搬过节是要创啥呢？
拜祀，过来拜祀受难日的进前一天，就是最后晚餐，就是犹太人通常咧守搬过节，还是讲度假节，迄一日啦迄个时间就是讲因爱家庭的人做伙，伫遐来接受、来纪念上帝的恩典。这是犹太人的节日，是要来敬拜上帝、感谢上帝的救恩的一个日子。因叫甲耶稣掠起来，送去予希律，佮送去予彼拉多，伫遐为着要纪念上帝的日子，却来出卖耶稣。这互咱真袂理解的代志。因的原因其实有几个，咱来看。伫福音书内底，约翰福音11章，对第1节到第54节，拢咧记载列撒罗割瓦的代志。列撒罗的割瓦，互遮犹太领袖安那足无民主。因伫遐讲经讲一步，因伫遐带遮百姓敬拜上帝，带遮百姓去献祭。但是列撒罗的事件呢，是耶稣来救我。所以伫约翰福音第11章53节，因安尼讲，所以对迄日，因就计谋要来杀伊。对迄日开始，咱台湾话讲的，迄叫做目空赤啦，目空赤，因伫遐，因无法度来接受，伊凭什么权柄？因定定问耶稣一句话你凭什么权柄做这项代志？你凭什么权柄，互你学生伫安歇日食物件？你凭什么权柄伫安歇日共医治？因伫遐感觉讲，耶稣哪会当超越阮是上帝伫地面上的法定代言人啊！因感觉因足无民主，因为这个列撒罗割瓦了后，耶稣的名声真正是来讲红遍半天安尼吼。第二个，咱会当看见咱会当看见就是伫路加福音第19章45节到48节，其实有3本的福音书拢有记载耶稣做这项代志，就是耶稣伫圣殿内底赶走遮的伫遐排单的人，有一个基督徒咧误解讲，伫教会内底袂当卖物件，袂当收钱吼，这毋对啦吼。上大的问题是讲，遮个人伫遐咧排单要创啥货？因卖物件是为着人要去敬拜上帝。因可能人外口一蕊花2箍美金，因排伫遐单收5箍。即内底佫有地头要佫抽税，你有去看伫病院去探兄弟姊妹无？袂去炸花，去迄个因下骹的 store，gift store 去买物件，你感觉迄花较贵无？迄毋是即摆才发生迄个时代安尼啊。犹太人无用罗马的钱来奉献予上帝，所以因着爱有一个人伫遐咧换钱，甲罗马的钱换做犹太人的钱，然后卡入去内底奉献予上帝。但是人外口有公价啊，美金兑台币31箍几，伊共收40箍啊，要佫互抽啊。耶稣讲恁安尼袂使。所以就赶走，伊讲恁甲圣殿无当作祈祷所在，甲伊当作啥？插手。即个去着啥物啦？毋是伫遐排单的人啦，迄小事啦，着乌壁。什么人允准遐个人伫圣殿门口排单？若无管理圣殿的人无这时头答应。因敢会当伫遐排单？可惜，所以遮个犹太的领袖对耶稣足不满，因为因得罪伊啊。即阮的生意呢，阮的活路啊，一声无去啊，你安尼挡阮的财路，挡阮的财路。
伫马太福音嘛有安尼记载，马可福音嘛有安尼记载，中观福音拢有记载耶稣伫迄个所在来车倒遮个担，佮甲因责备吼，佮甲因责备讲，上帝伫要做万民祈祷，伫领曲互伊，诚做一个贼首。贼首的意思真清楚啊，是骗人的、欺负人的一个定义啦吼。第三个原因，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伫路加福音20章第1节到20节，咧讲到电龙的比喻啦吼。这个电龙的比喻是啥物呢？是讲耶稣比如讲一个人有遐个土地啊，互电龙去经营，啊，逐年拢爱收租嘛。结果咧，派人去吼，我收无租，无当期佫叫人拍，吼啊一届两届安尼，到落尾吼，主人想讲，我派我五囝，我的囝就代表我派去，可能吼，就会较客气，佫无拍算安那，家己的囝刣死啦吼。即个比如遐个歹电龙是啥物人？就是遮犹太人，啊，即个人真巧，伊拢听有，所以伊就受气。伊嘛伫遐咧讲，要想办法来治即个耶稣安尼吼。第四个原因，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常常譬如教导军队的人爱去防备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的教，伊讲因的教是歹的，吼，因有真侪歹的行为、歹的model，爱去提防，爱去学习伊。过来，马太福音26章第2节讲，耶稣伫遮咧讲，甲伊的学生讲，佮过2日，吼，伫搬过节就到，人子拄着架上去顶十字架，这耶稣讲的吼。所以拄则咧讲，真侪人袂理解，耶稣就知影是安怎无爱逃走。第3节开始来记载形容，迄时，遐祭司甲百姓长老聚集伫这时头，名该亚法的院，三甲参详用鬼客的计要来掠耶稣，来杀伊。总是当节期毋通行了百姓中间有扰乱。拄则我嘛讲，因足惊百姓，足惊百姓。彼得多嘛足惊百姓，足惊迄个时阵乱。啊，为什么这时头甲经学士真惊遮百姓乱？因为伫每一年的即个时间搬过节的时阵，伫外口所有犹太人会对外口转转来，要来朝圣，要来敬拜上帝。嘛，因为安尼，遐个奋锐党，因会借机会来作乱。嘛，因为安尼，所以彼得多甲罗马的军队前线较就近耶路撒冷所在，伫遐来守备。万一有啥物动乱，因马上就攻入来。伫主后70年，就是发生即种个代志，然后规个耶路撒冷城就被灭。所以犹太的遮个传统嘛，足惊百姓乱起来，安尼罗马就安那有正当理由攻入来，因拢惊，因拢会惊。所以因伫即个所在，因暂时按用真诡客的方法要来掠耶稣。最后一个，互咱大家看，就是咱拄则讲约翰福音18章31节，当遮的这时头，甲耶稣送去互彼得多的时阵，伊甲问讲：恁家己审判就好啊？为什么安尼讲？伊讲彼得多就讲：恁家己大去照恁的律法去办伊。你有感觉足奇怪无？迄个时阵是罗马咧统治犹太地呢。彼得多甲伊讲：恁照恁的办法来办伊啊，照恁的律法啊。OK， 伫宗教法内底，伫罗马政府的统治内底，因无权治人的死罪。伫后壁的经文来讲，所以因送互彼得多的唯一的目标是啥物呢？就是要互耶稣行进死路。行进死路，用宗教法无法度甲耶稣杀死，只有用啥物呢？用政治罪。因安怎控告耶稣？伊称伊家己是王啦，罗马王啥物啦？罗马皇帝敢毋是？所以伊要用政治罪来治耶稣。
有济种种的原因，互耶稣行入去即条路。当然，这也毋是上重要的原因。上重要的原因是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以赛亚书50章即个所在。耶稣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仆人。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50章第4节讲：主耶和华赏赐我受教者的职，互我知怎样用言语辅助野善的人。主搁早起叫醒我的耳孔，互我会听，亲像受教示的人一样。第5节讲，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孔，我并无违逆，无反抗。OK， 也无退后。第6节，人拍我的脚趾饼，我出在伊拍；人扯我的喙手，我出在伊扯；人凌辱我，甲我配烂，我也无黄面。上重要原因是即个基础。伫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即个将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伊要亲像安尼款式来面对伊的苦难。伊受侮辱、受拍脚趾饼、串喙手，伊拢无反抗。上帝叫伊行即条路，伊也无退后。上帝甲伊交代，伊也无甲伊伫遐你来我往，伫遐看别人演。今仔日另外一个经文，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伊讲伊本有上帝的形象，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转摒空家己处罗卜的形象。正做人的款式，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给家己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咱注意来看第6节到第8节咧形容啥物呢？咧形容第5节用基督的心做心。你若看中文的翻译，还是台语翻译，用基督的心做心了，后壁是分号。然后第6节到第8节咧形容基督的心做心，爱应该安怎做？就是讲爱行做一个顺服基督徒。我时常伫遮咧讲，伫基督教伦理的中间上尾的一个界线，咱咧思考是讲，即项代志是毋是会互我扮演上帝的角色？英语讲 play God。耶稣伫即个所在，虽然伊是上帝的囝，伊本是圣囝上帝，但是伊今仔日既然就上帝找伊来伫即个世间，伊就无搁用上帝甲上帝同等，伊用人子的角色伫遐来谦卑顺服。所以当咱要问讲，耶稣是安怎要入去耶路撒冷去受苦难，咱可能嘛是爱先问讲，是安怎耶稣着搁降生，敢毋是安尼？是正做一个人子。所以今仔日的经文第6节到第8节，其实咧解说以基督的心，用基督的心做心是甚物意思？爱应该安怎做？伫第6节到第8节讲啊真清楚。咱无掠做家己真熬，无说啊，直接甲用迄个巴别塔来甲大家来思考辩论。巴别塔遮个人就是认为讲，我家己有智慧啊，我要甲上帝拼熬。但是耶稣却立迄个好的典范，伊无掠伊家己甲上帝平等，拼空家己。取罗卜的形象，取罗卜的形象，这个取意思是讲伊无应该是罗卜的形象，但是伊安那取罗卜的形象来伫这个所在。耶稣的谦卑得到腓立比书的这个肯定，但是耶稣的谦卑其实无需要腓立比书的肯定，因为耶稣伊本身。就真正谦卑，真正顺服。伊上到尾愿意死伫十字架，为着世间人的罪。咱要倒转去看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
拄则早起伫迄个新主迄个时，我有搁解说，克西玛尼毋是一个公园的名吼，克西玛尼是迄个咧磨橄榄油即个无少的名啦吼，所以是伫迄个所在承受迄个压力，迄个无少咧磨即个橄榄做油，爱安怎？爱泡水敢毋是？爱搁出汁敢毋是？这甲耶稣医生共款类似。耶稣拍破伊的身躯，也为着咧咱流血。啊，橄榄油会当帮助咱有医治的功能。耶稣的救恩会当救咱，会当脱离咱的苦难吼。所以耶稣伫结西玛尼园的时阵，伊安尼祈祷讲爸啊，你若肯将即个杯离开我，经文伫遮吼，路加福音22章也有，马太福音16章嘛有，马可福音14章嘛有。我甲三个经文放伫遮，互咱来做比较。三个经文小可无共款。路加伊讲，爸啊，你若肯将即个杯来离开我，独毋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吼，你若肯，马太讲若会做。吼，马可讲是你万事拢会，吼，你万事拢会。然后讲将即个杯离开我，马太讲着互即个杯离开我，吼。啊，马可记载讲愿你互即个杯离开我，较重要是后壁迄句，总是毋是照我的意思，毋是照我所爱，是照爸你所爱。这是表达着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伊的顺服、谦卑、到死。照路加的记载，耶稣伊伫迄个所在祈祷，伊的伫遐饼干吼，咱讲豆莇干，而且是若亲像火吼。医学上有讲人若承受真大压力的时阵，迄个莇干会对着遮的微血管破裂，所以流出来干是红干。咱知影讲，当耶稣伫克西玛尼园的时阵，所面对迄种对真主的角度，所面对迄种的压力是真大。所以伊遐祈祷讲，爸啊，请你将即个杯扫走。若做会得，若是你万事拢会，但是毋是我的意思，是照主你的意思。所以耶稣是安怎行即条路，其实真清楚，就是伊的顺服，伊的谦卑。伊腓立比书爱咱用基督的心做心，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心？咱听真济演讲，也是讲道中间，拢用这个话咧劝勉基督徒。但是事实上，这个劝勉，迄个严重性实在是真严重。好哪亲像咱用主祷文咧祈祷时，其实是真严重的一个告别。讲愿你的旨意得成，你的国降临。你是告别讲，我要照你的律法，绝对安尼来做呢？愿人拢称你的名做圣。中文讲，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对，万人都称你的名为圣。毋是你安尼祈祷主祷文，得万人就称你的名为圣呢？意思是啥？是咱祈祷的人讲，愿意接受这个呼召，去做宣教的人，去招朋友来教会，才有可能万人都称上帝的名。这是同款的意思。用基督的心做心，后壁第69、第8节咧解说基督的心做心，是讲咱爱亲像耶稣基督安尼顺服，安尼愿意接受上帝呼伊的呼召，安尼愿意牺牲，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上帝的意思。即句话是其实是足严格的意思。你若照希腊文直接的翻译是讲，你若存着安尼的意念，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啊。意思就是讲，你无有家己的意思，是伫耶稣基督的意思内底。耶稣基督的意思伫第20节甲第8节写足清楚啊。所以伫这所在，伊伫遐讲，你爱伫迄个基督内面，
伫基督内，咱想着倒一个经文，格林多后书5章17节，伊讲人若伫基督里，就是一个安那新造的人吼。所以咱要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无搁再是我是伫主的恩典内底死搁活的人，我无搁再是我是伫基督的内底，无搁再有家己的意念，无搁再有家己的意思，背仔去，请你将即个杯刷走。咱时常听到即个，后壁就无刷的。咱拢足爱上帝，甲咱的杯刷走，然后就据点，无搁后壁迄句讲，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主你的意思。伫基督内底，咱要成做一个新的人，亲像咱前摆有讲着，咱爱插着迄个标是我插的，咱爱去英语讲 I press on the goal， 但是毋是我的意思是。借着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要互我的报酬，迄才是我的果。哦，迄个才是。上帝互你自由意志去选择，毋是讲我要选择要对耶稣，还是要无爱对耶稣，是要决定我要来对耶稣，要用基督的心做心，要爱领受伊的呼召。所以伊讲爱对顶面来，耶稣基督对顶面来调咱的心。所以，这个目标是我的目标，但是是上帝互我的，透过耶稣基督。所以，伫即两个经文的观念内底是伫上帝内底，还是伫上帝的下面啊？好，咱亲像保罗先生家己安尼咧讲伊家己，伊讲我捌甲基督同顶十架，我腰我的，毋是幽怨的我，就是基督点伫我的我，搁我现在伫肉体所活的。是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疼我，替我献身。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吼，伫即个所在，保罗伫遮告别，当我的无搁再是我，咱会当去回想保罗的人生啊吼，伊的前半段是做一个宗教的军人，伫遐来逼迫基督徒甲教会，对无？伊尾下伊家己嘛讲我掠做即段是安那是对的。哦，我出世做犹太人，阁是加马列的门下做学生，我足捌的啊。哦，我是祭司的家庭啊。哦，我做这掠做义啊，但是了转变，伊知影伊迄是毋对，伊无对上帝行，是做家己的行。伊完全的转变，成做一个初代教会真重要的使徒。再来就是咱讲伊有受苦的心志，咱要用基督的心做心来学习伊迄个受苦的心志。克西玛尼的祈祷中间，耶稣就是安尼来祈祷。面对伊的困难，伊伫遐讲顺你的意，毋是照我的意。啊，照上帝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伫今仔日个经文的上落尾伫第9节的后壁，伊讲。所以，上帝将伊高升到至悬，吼，佫赏赐伊超过万名以上的名，叫一切伫天顶的、地下甲地涂骹的吼，拢因为耶稣的名无即种屈家来拜伊的。12节讲，无逐个人拢喙来称耶稣基督做主，来荣耀归伫被上帝。因为耶稣的顺服，耶稣的谦卑，伊无掠家己做甲上帝同顶，伊伫遐顺服到死，然后上帝就甲伊高升，吼，就甲伊高升，互伊去到伫万名的名以上，所有的拢伫伊的面前来拜伊。所以咱讲主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这概念甲伫咱头前所讲即个叉的标，即个上落尾，咱要照咱的标，第14节上落尾讲，是要对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对天顶互咱所调的啥信，甲耶稣基督因为顺服
得到上帝家己高升同款的意思。咱讲基督教福音是福气，所以叫做福气的声音。这个福气是对倒位来？当然，咱嘛会当讲圣经有甲我讲，我着白白得着啊。但是耶稣后壁佫有一句讲，你嘛着爱白白互人，这是好调。但是真侪基督徒白白得着了后，无继续受着好调，无法度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咱一个时阵认为讲，安尼就好啊，亲像对着共款，咱直接搭三个片仔，也真好势。但是这毋是上帝互咱的呼召。耶稣嘛会当伫伊伫孽撒路，互伊搁活了后讲，安尼就好啊。我后壁倒一群人，伊嘛会当伫饲5000人食饱的时阵就讲，安尼就好啊。这个人拢来对我，就诚做军队啊！你若注意去读圣经，迄个时阵因的排队已经是军队的排队啊，10个人一排。所以罗马足惊啊，足惊耶稣的军队是遮尔啊有规矩，亲像迄军队安尼，啊一排一排坐好势。5000人拢总枵，竟然无作乱。耶稣嘛会当伫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逐个人拢举樟树话讲，真好，欢迎你，你是着俄勒的王。伊讲好，行来革命，我来做王。但是伊愿意谦卑顺服，照上帝的旨意来行这条路。其实教会的宣教拢无简单啦吼，特别是愈来愈近代，咱会发现讲，真正要宣教是足困难，足困难。最近你若有看台湾的新闻，一寡政治人物拢走去台中、台角、妈祖生啊吼，搁伫遐咧拍伫迄个新桥的下骹啦。我意思是讲，台湾其实要通往伊嘛足困难。即个政治人物拢看百姓的选票，毋是咧看公义。啊，对咱来讲，诚做咱一个反省。耶稣基督坚心决意要行即条上帝叫伊行的路。咱伫教会内底，咱的教会也是咱家己，咱到底是要安做？咱真欢喜，咱今年目前已经有4个青少年已经报名来咱台湾mission，因有机会通倒转去台湾。我想会当互伊伫台湾去看着庄稼教会会欠过实际的状况，也会当互因伫遐来去体会着讲，即个土地真正真需要福音，真正有需要上帝听。听讲还佫有一两个还佫咧考虑的中间，吼啊，毋茫遮着这有因有摊，会当佫较济人倒转去。因为咱甲讲10档、20档，讲台湾拢无效啊！你真正互伊倒转去了，伊才会当真正体会台湾是啥物货，才会当真正体会讲福音是遮尔啊欠缺。伫因的人生的中间，上帝一定会当刻印伫因的心情。我想相款，咱咧鼓励遮少年仔转去的时阵，咱嘛是思考倒转来，咱会当做啥？用基督的心来做咱的事，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弟爸，感谢你的恩典，你找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做阮的救赎。伊无因为诚做人子的软弱，就勉强将这个杯来所走。伊愿意谦卑伫你面前，顺服你的旨意，照你的呼召、你的安排来行这条受苦的路。求主你帮助阮。互阮咧思考要怎样来学习、来接受呼召的时阵，也借着耶稣基督所留的典范，互阮搁一摆来思考，阮要安怎来军队。也为着阮的青少年有决志要倒转去台湾，来台湾 mission， 求主你甲伊三个地地，
互因伫你好条下面去看到主你的旨意是啥物啊？阮为着阮今仔所领受的恩典，搁接续即礼拜的受难周，阮纪念主你的受苦，来献上祈祷，主你甲阮三个对待，开启阮，互阮来明白，祈祷搁主耶稣的圣名，阿门。